家好，我是吴义勇，是屏东林乐人6队客家人。头摆我是做新闻工作，更加是演员同主持人。今日呢来到桃园龙潭，我带大家同我乡下去行行聊聊啊。我当然会觉得啊，桃园嘅龙潭太比堂就是5月节限定。不过其实唔单止5月节也偏有好料哦，桃园有地景艺术节啊，也还有一个世界客家博览会嘅装置艺术，啊，像一个个手表工厂嘅一个专门发布太轻上嘅 Hello Kitty， 更加咩睇太比堂做迎合。不过呢，啱部頭來係用燈光秀好看哦，佢適合來到一片行行聊聊。一公公秀才樂，騎匹馬過蓮塘，蓮塘杯種韭菜，韭菜花結親家，親家門前一後塘，後嘅里馬白擦擦，從嘅拿來做酒色，當嘅拿來塗補肉。耶穌同樣唔可能咩鬼數，唔過唔甘地而所創嘅係客家嘅傳統文化模。桃園認真體現的關係，是指到鹽田嘅水洋蔥不足，宋早就用開陂塘嘅方式來燉水資源。故所桃園人咪講係前陂之鄉。桃園780先生喺上個世紀還形容桃園嘅陂塘風光，就從山到歸天內嘅水景洶湧為發光。龍潭太陂塘有100年歷史，池面氣法卻係差唔多18格。一座龍潭大橋其實已經唔係本單嘅吊橋嘅，係2020年改建完工嘅新設施。車中加上吊橋嘅複合式結構設計，用龍屯水做主要嘅想法，結合龍潭當地環境特色，山水屯建園，造型簡單又有地方文化內涵。啱不時頭還會點燈，故所許多人佢後來轉上龍潭太陂塘嘅夜景。我哋看過去看到嘅舊橋橋有按到中二橋，對太陂塘北片嘅龍岩路透到南田宮，橋身設計咗90萬塊嘅素材，打造素材觀賞到嘅太陂塘各有天地。橋嘅北片還有一線太杜佛，笑眯眯嘅歡迎西方遊客來南田宮參拜。桃園16米係頭擺上亞太陂塘嘅體育種水草，2017年宣告喺野外看唔到滅絕的作品，用藝術轉化嘅形式結合新生同滅絕嘅概念，帶出永續保存嘅重要性。龍潭太陂塘頭擺認證池面向上南嘅野生嘅陽光，故所按到龍潭陂。連通用竹嘅組嘅結構，結合一格一格嘅五廟，同太陂塘頭擺嘅天味相呼應。五廟紅豆嘅陽氣從鏡嘅阿古里古，代表嘅係池面紅洋洋溢溢，但個含下輪各種嘅眼望，十分神奇。一下龍潭太陂啊，這個啊，有幾多交通好做哦，因為有腳踏船啊、天通船好做，啊唔好水上交通嘅話呢，連10粒鐘哦，沒做得住家，甚至哦唔想個體驗可能爬龍船沒做得到，係，故所也這個啊，就係太人細緻啊、前面啊，都係最適合嘅一個地方。家下講到嘅設施睇一路入住家係得，唔過假使唔同人共用，感覺一天日頭太辣太曬嘅，我咪推薦順輪台牌向上行，有一間看得到貴嘅太陂塘嘅咖啡廳，坐下嘅不到我看下風景，咪係我感覺喜好嘅行程。對你嚟看下過去建設規模共用好。露台上看得到規劃嘅龍潭太陂塘，就算冇愛來咖啡廳，我咪推薦來到龍潭太陂塘嘅人客，聽錯愛行上來看看啊！咖啡廳設計咗從生命樹用嘅搭配櫃太片嘅玻璃，看得到戶外嘅太陂塘景色，本人一種內外視覺帶來嘅衝擊美感。
唔到啲嘅愈多當主嘅哦，來到客家中，我做得唔是客家美食咯。接下來我哋去到龍潭，美國有名嘅地標太白巷。太白巷喺桃園龍潭西北片，北片係楊梅，西片係新竹新埔，現正有秀里海、太白巷海、南巷海三條河壩匯流，故作創作人講係三甲水，甲係高飛棲息嘅意思。太白巷係矮山嘅，居民世世代代種茶為主。日本書嘅係龍潭茶葉清好嘅時期，茶廠有60多間，產量卻係全台灣1/10，係台北其中一個重要嘅茶鄉。民國72年，前總統李登輝做台灣省主席嘅下，用龍潭包種茶龍泉飄香，而名做龍泉茶。一隻嘅石有太白巷休閒農業區，結合在地客家文化，有觀光產業、農業傳統、田園鋪頭、老貨，還有山水水土保持戶外教室。無窮樣嘅季節，沒有無窮樣嘅好看嘅美術。從係2月得來，就得看得到滿山遍野嘅路邊花；4、5月的就得來看油桐花；3年6月的還就得來進行基悠谷嘅生態觀察。來到太白巷，除了觀賞生態，當然一隻嘅也有幾多特色傳統。既然來嘅，當然是唔得表過當地嘅美食，未帶大家來試看下我嘅私房好菜。傳統氣氛，田園係日本式風格，還看得到幾個睇朝天紅散步哦。香港用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春湯，按油去生誒，又按醬誒，按醬哦，這個其實可以久誒吼，16年，對，我第一看到就係，你看一個骨包，長色的呢，對，凍醬誒長色誒，兩個掛包哈，綠茶掛包，因為你兩邊特別係茶山嘛。我爸爸出去種茶，我們就會想說把這個茶的元素帶到這個掛包裡面，所以演出做倆綠茶掛包，然後搭配這個非常經典的梅乾扣肉，對，金紅參，還有一個咩東西派？兩梅子紙牌哈，梅子紙牌它算講茶香梅子牌，師傅他就是調這個醬汁的時候哈，有茶梅，有話梅啊，然後放一點烏龍茶，那這個是點菜率很高的菜啦，沒特色的哈。像我介紹菜真的是哈，一女還有藍水呢，一直吞口水。典型的是哈，倆土雞啊，倆出放山土雞，那倆係溫土雞嘅集中道地的客家雞醬，那中馬該會下一站人。因為我們希望客人來這裡來山水園跟我們結緣。嗰啲咩咧客家傳統係有嘅烏味米粉。烏味米粉哈，跟米粉鍋哈，我們的特色就係我們不是放白鲳或者帶魚，白鲳是因為連它清手，帶魚呢就骨頭多，所以我們是放那個該旗魚的腹部，雞魚啊。雞魚嘅肚帶，cái肚帶嘅肉唔可以濕濕，然後又冇骨頭，所以佢出清房偏身，唔可以講見身又要貴金配嘅骨頭。摘了這個金沙南瓜就是我們應該是算點菜率非常高的菜。人家說利用那個栗子南瓜哈，因為佢水分它少，炸起來會熟，唔會嫩的。阿哥哈，在炒鹹蛋糕，對，那還有沒有注意到啊？原來咧傳統搞表有啲三合院咧，跟蘿蔔嘅我從細出啲倆為太嘅啦，因為倆係清朝末年起到嚟哈。佢做得一場過嚟哈。因為娛樂園簡單啦，係講底下旁邊咧鋪分後，我就突然間可以係，對，主要係20年代啦，主要
像青罗萝卜会 L 退就会蒙年代啊，蒙年代 L 退啦，潮湿啊就会 L 退，板间今后啦，哎呀，等下老板娘，我感觉大家都一直流口水了，哎呀，你们先用哈，好。刘干勇，吃饱嘞，看好吃的，嘿呀，多谢你。家上下来还没做的哈，麻烦等下的那个公务咯，好啊，好，来，谢谢，好。哦，就迄船塘隔壁就迄遐个呢吼，你呀，萝卜呢吼，保持到东板子，哎，对，帮人年呢。哦，哎呀，你嘿，迄俺老太年年上去的总干事，哦，其他。专业啦，他们计算啦，所以抢起来容易的计算。好啊，多谢刘干勇，多谢，谢谢。好，咁就麻烦洪太哥咯。好，嘿，你啊，东北的哈，当时就罚了5年的时间，罚5年时间，5年时间哈，就清材料出2年，去3年，3方建材还冇。他冇用嗰陣嚟出一錢嘛，哦，一個做，你看人家最大鐵石最慢跳兩個轉嚟就冇兩捱嗬，所以當時嘅你後邊，因為後邊係風土台地嘛，你後邊當時愛前面嘅建材很難，除了後邊自家嗬，造個油嗬，用個奶，所有後邊所有嘅嘅轉嚟捱，全部係後邊奶小好嘅做嘅。所以講，你去就當時起嘅時就反而當到精神的，將個財力去落嘅。哇！嚇，還有咧，你就問個建材，還有建材去設出乜嘅？就像你部個基礎教育嘛，你教啊。聽講人去無，從用乜嘅用石頭去貼嘅，佢係結實嘛，嗬。啊，你就當時我嘅祖先嗬，當時算做生意，還有做一上工有錢，就用也係你按講咧。我被睇進來嘅咁嘅石頭，嚟壓倉石，嚇，所以啊，頭擺嘅船去船嚟，當時在泰國啦，去南洋買啊，買到買睇嚟，錢又拿到嚟，可是船嚟強啊，強啊，個經過個海流嘅時節，個跳強。會危險，危險乜過，過埋乜撞唔得啦，所以嘅前兩個買啲咁嘅辦到咁嘅石頭，就再進來做建材。你所以講一般咁嘅蘿蔔很難看到嘅建材。所以啊，一隻係本土嘅，一隻係進口嘅啦。當時你所以講，你東北下條特色嘅地方，你啊。有也係上下，也算上。所以你啊，會從台灣當時有看到嘅情況，一般蘿蔔還有一牆咁嘅圍牆，咁嘅護牆，也就一般咁嘅蘿蔔山河也還看唔到嘅地方。你護牆我做當城市嘅，咁當然你師傅嘛當有咁嘅頭腦嗬。一般護牆做起就一防咁嘅設備啦嚇，唔好嘅人啊嚇，你保護了木卡嘛。咁嗰啲圍牆圍起嚟落去就樣係啥咧？嚇，佢圍落去嚇呢啲冇通風啊，嚇，所以佢就嚟做咧。兩個氣窗啊，你看那你看唔穿啊。所以如果人講遮而不掩，掩而不遮嘅概念用，佢係交錯嘅夾中下，嚇，有時講讓個空氣流通落嚟當順，唔會嚇，唔過又唔係咧，佢嗰啲壓到嘅啦，那個沙金啦，幾衫唔穿，係呢度保護下嘅安全，當好嘅文化，當到啦，講唔係說啦，係嘛？到家講呢個係啦，係還埋有時間嗬，唔到嘅。兩相關的哈，就地做的錢咧，咩就都出了嘅客家語言，老祖先的文化留下也是當好的文化，就是冇去好去呈現出來本客家各個民族知道。那應該上睇到這樣。多謝你。唔係。拖延了了，分享來了。